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位於烏溪沙迎海嘅6座極高層 G 室，佢係一個2房連儲物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546尺。一打開大門會有一個玄關位，左手邊係客廳，而右手邊就係飯廳，會有一個對流窗，可以做到南北對流。而客廳就會外接一個工作平台，望返出去就係市中心嘅方向，右手邊就望到吐露港科學園一帶嘅海景。再由露台嘅位置望返入去客飯廳，走廊可以好明確咁樣劃分返2個區域。嚟到走廊，右手邊係儲物室，而左手邊就係廚房。廚房嘅工作台呈 L 字形設計，設有3個明火爐頭，星盤位置設喺窗口位，咁就可以一路望住海景一路洗碗。而廚房嘅對面就係儲物室，有窗亦都有冷氣機，可以作為姐姐房又或者係書房。左手邊係睡房，同樣都係可以望到海景。之後嚟到浴室，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設有浴缸，亦都會外接一個工作平台。可以攞嚟擺放雜物，又或者打開咗再開埋對面睡房嘅窗之後，都可以做到一個對流效果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開即呈長方形，預留咗一個擺放衣櫃嘅位置，同客廳睡房望同一個方向。都係望返市中心，亦都可以望到吐露港方向嘅海景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 Leo，多謝收睇。